在南丁街空山节，互人讲是全国上水的山拿顶节。去年就吸引到10万人去观光。今年的顶节头一届伫咧山拿内底设置6公尺悬的沙帽投影，嘛有50件的艺术作品，配合着地形来打造光影艺术。5月10日，无共小精灵的光影艺术伫山拿内面，四周围有大自然的声音。这个合作迷幻迷派对的作品，互人看甲无腻巴。有全国上水的山拿顶节之称的空山节，28要起过，以好行山公园做基地，结合11组团队，打造50件艺术品。特定团队讲，这回唔但有户外较罕看到的沙漠科技，嘛参社区结合，甲当地地价的元素放入去内面。地价其实是咱这个地区吼，不管是咱龙家地区，甚至是咱关庙地区，这是一个做有名的产业。今年当然伫咱入场，大家拢有一个小提灯，这提灯嘛是咱在地用咱的地价来制作。那在台湾为什么是首创创新？因为它是在剧场里面使用，那我们把它拉到了山林里面。那我们这次拉了6米高，那这一个动画呢，它其实是沉浸式的一个互动。空山节到今第6档，今年以岩土星星做主题，希望用艺术能量，让这块地重新发芽开花。其实龙坩地区人口老化严重，敢若剩3000多人，是台南人口上少的行政区。文化局讲，这毋但是展艺术品尔，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在地青年看到故乡的可能性，带动地方发展。反正是好啦，看老家太歹咧。哦，所以对您来讲是真好有帮衬呐。对啦。人口和外移比较多了哈，那这一次的光节哈，其实也造就我们那个农街区整个观光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挹注了哈，整个观光行销的部分，包括一个观光的人潮都有大量的一个来涌进哈。龙坩的生态人文真丰富，具有特殊的屋地美景。今年顶节嘛参社区斗阵推出4条不同的小旅行，就是要让大家有不同的观光体验。记者李雄台南采访报道。